靈異獸，話先嘅。喂，各位師兄弟姊妹，我阿貴師傅今日開波講鬼故，話明神仙講古要春夠料，講得夠驚嚇人啊！你哋睇下呢個背景，網上淘翻嚟嘅素材擺喺度夠晒氣勢。試下試咪，盧海鵬試完咪，開始接。今日呢個故仔驚險程度結局你絕對估唔到。我今晚分享嘅故事係真人真事，驚程度5星級啊嘛！故事開始。話說有一日我收到一個轉介來電，對方陳先生表示家中嘅表妹有靈異事情發生，整日疑神疑鬼，性情大變，有時似個小朋友亂講嘢。我即時又接受咗委託，仲約定去現場。陳先生親自嚟接我，佢司機車好快，但當日有啲阻滯。到達別墅時候已經係黃昏日落啦。到咗目的地，陳先生帶我入去，旅館家開門迎接我哋。我隨即見到旅館家向陳先生報告事情，仲見到啲唔乾淨嘅嘢。當時我隱約聽到旅館家細聲講小姐嘅事情，我馬上估到佢哋所講嘅係指陳先生表妹。正當我要做個主動問明原因嘅時候，樓上就馬上發生事情。哎呀，小姐呢個時候又發脾氣亂叫，小姐可唔可以俾我入嚟睇下發生咩事？我咩都睇唔到啊，媽咪啊！阿爸，呢邊發生咩事？快啲開門！你返咗嚟。